只有在排水，所以那个水会涌动。市长王伟哲特别前往海尾抽水站视察，要求市府团队以上紧的速度处理，将灾害降到上低。市府表示，为解决水患问题，市府已经争取甲编列3亿以上，新建安南区安中抽水站，工程已经伫今年初动工，整个工程有估伫明年9月完工，届时淹水的问题应该让明显的改善。由于瞬间这个对流系统降雨很严重，那所以说其实坦白讲，我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的抽水站都已经启动，那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海尾抽水站，1秒钟可以抽4吨的水，4 CMS。另外一个抽水站可以抽海环抽水站可以抽3 CMS， 这3吨，也就是这沿线的抽水站1秒钟可以抽7吨，但是这还不够。我们在建构中的这个安中抽水站1秒钟可以抽36 CMS， 1秒钟抽36吨，那可以明年度就可以明年底才可以完成。那这是因为当初2018年0823淹大水的时候，那时候总统有来特别提供要新建这个新的抽水站，所以呢，新的抽水站如果明年完成，我相信大大增强了这个排洪的功能。市府水利局今年持续兴建大型抽水站，来改善容易淹水情形。近期已经有草河寮抽水站完工，后续还有海东 D2 甲安中抽水站兴建当中。望会当透过抽水站兴建工程，会当有效改善安南区地势较低、容易积水的问题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